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《福喜来嘅节目，我是钟英晴阿 Q 妹。今日节目呢度，我同大家来小嘅物嘅喏，我同大家小嘅咪係來自我嘅家鄉苗栗一隻當優秀嘅小阿妹嘅，佢當後生嘅時節就自家來創業，韓國前一步嘅啊，咪啲喺苗栗當有名嘅一隻咖啡湯，又按到老家咖啡，又拍一隻佢自家嘅展覽喎，上嚟有展覽係啲嘅展物嘅，佢係啲嘅展一種按到手工書嘅東西，叫做手工書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唔定有聽過冇？唔識聽過冇？用手工書來做展覽，所以有隻展覽嗬，也下幾件高體咧。唔過我相信佢以後還有行卡到嘅作品，行卡到嘅展覽會同大家來見面咯。細細嘅嘅來分享，也為當後生嘅自家創業嘅小阿妹嘅分享 ，Gracie Dream 嘅嘉言分享。係，大家好，我係來自苗栗 Gracie Dream 嘅嘉言，今日同歡喜來到呀。好，歡迎來到呢啲節目當中哦，我同大家來分享，一張很多手工書嘅東西。這個手工書其實聽起來可能觀眾朋友不是非常的有概念，你可以稍微跟大家簡介一下手工書是什麼嗎？其實手工書就是用手工做出來的書本，那其實也是一種筆記本。哦，也是一種筆記本。因為我有同我爸爸講吼，嘉言就是苗栗的一家小阿妹，佢係做手工書。我爸爸說。手工書黑馬該底部有下絲毛，其實它就是一種手做的筆記本。因為它有懂懂，你很喜歡那種手做的東西，對，就比較有質感的，對，很有就是那種自己手做的 feel 的感覺。那雅個店妹就是你自己創業的品牌，它叫做 Gracie Dream， 對，可以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會叫這個名字嗎？就是 Gracie 的意思其實是草地嘛，然後所以整個我們品牌 Gracie Dream 的意思其實就是在草地上做白日夢那種感覺，哇，對，就是有點意境在裡面。那希望借由這樣在上面做夢，然後我們的草地其實就是延伸成為我們的手工書，你可以在我們的書上做夢，寫心情，然後抒發就自己的平時的感想，對，然後在之後翻回去看，你會不會有和那個當下不一樣的想法？對，然後這樣子的話，就會覺得自己好像又成長了。對，所以其實是希望大家借由手工書，可以在手工書裡面，吃有吃在下氣改想法，對不對？然後就像在做白日夢一樣，然後回過頭來翻一翻，就覺得哎，我做的夢好有趣，或者是哎，其實我現在已經實現了這些夢想，可能又長大了。對，就跟嘉言你自己一樣，你現在自己創業，是自己一個人創立這個品牌的。對。哇塞，你是在什麼時候？因為你現在其實還很年輕，你是在什麼時候決定而開始來創業？其實我在大學的時候就很有興趣，就有一堂叫裝針的課程。裝針，那時候就是哪一個針啊？一個金，一個金字邊，然後再一個那個中針的針。對，那這個針的意思，它其實在字面上就是像裝訂那種感覺，裝訂書本的裝訂。對，那你是說你在大學的時候，你太后黑拖那咋太后視覺傳播、視覺傳達、視覺傳達的這個科系，那是因為學校的課程，然後所以你接觸到這個裝針課。對，那裝針課的內容大致上是在教什麼？就是教蠻多，就是比如說像這樣手工的線裝書，或是精裝書怎麼製作，對，差不多是這樣。所以這樣子的課程修了1年之後，還是1個學期？1個學期。所以你就對這個部分產生強大的興趣。對。所以就是因為你剛剛說你大學念視覺傳達，感覺起來就是大部分人因為大學就是修自己喜歡的科系，那可能也是希望未來的就業是跟這個相關。你當初在畢業之後有想到貢獻去做一下跟視覺傳達相關的工作嗎？其實還好，因為其實跟平面比的話，我真的是比較喜歡手作類的東西。對，
所以啊，嘉莹伫懂休上的时节，伫太后的时节，接触到这个树公书，韩国太后一边呀，你就懂情处兄二公，决定就是我现在就是要来创业。我觉得其实这有一点点困难，因为太后后给7年接受4年的专业的训练，然后应该说你在毕业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接受这4年的专业训练，你已经有一定的专业的能力，可是你却要突然间放弃你大部分的专业能力，留下一部分呢，就是可能对美学的一些敏感度，还有对装帧的这些兴趣，然后继续去走自己的创业路，对不对？而且其实你发展出很多懂得某 Q 用 T 色某 Q 用用色的手工书，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种各式各样的手工书吗？比如说从最基本的介绍好了。左边这个就是叫无孔，就是比较轻薄，然后方便携带。那我会把它定位成就是去外面旅游啊，会有一些地方会有那个就是集章的地方，就是盖纪念章，对，就是比较很轻薄短小，方便携带，对，所以会页数会比较少一点点，薄薄的，而且我觉得这真的很有这种用素周那种感觉，因为你看连这个纸，对，我们是用手工裁切的，手工裁切的，就是还有那种锯齿重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就觉得拿到就觉得非常有质感，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，最基本的，它可能就是外面有就是稍微比较硬的一些纸板，把它，然后外面再用布把它包覆起来，还是保护得很好。虽然它是一个很轻便的一个笔记本，轻便版呢叫做无孔的线装书，无孔的线装书。好，接下来看到一个感觉非常优雅的，然后很不像自己手工做出来的，真的太困难了吧？自己敢用素周呀，吃到懂难呢。这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哪一个？这个的话是叫法式的交叉缝线。交叉缝线，它的特色就是它书背上的交叉缝线。书背上的交叉缝线像这边。然后你直拿的话就是一本书嘛。直拿的话，你这样横拿的话，就会变成像手拿包一样的感觉。有就是很多客人对是什么？还可以顺便，客人会就是误以为它是一个包包之类的。对，而且它是用那个磁扣的方式，磁扣的方式打开，然后里面就是一样，有懂都压，这个好厚哦。对啊，就是我觉得它放拍立得很适合，拍立得下面如果再写几张，对，写几个字的话，对，就是很刚好。而且因为其实它是有空间的，对，就是不会像你一般 Hinobo 买的那种笔记本，你如果贴，像有些人会喜欢贴电影票，或者是像刚嘉莹讲的贴那些拍立得，它会太厚，对，然后最后那本书就有点炸开的感觉，所以这很有容纳的空间。对，它里面可以放很多，你甚至可以钉书机的那个订书针，或者是夹回纹针都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叫做法式，对，法式交叉缝线的手工书，法式交叉缝线的手工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第三种这种叫做这个叫科普特缝线。科普特缝线它的特色是什么？其实科普特是从就是早期埃及那边有一个基督徒是科普特人，就是他们算是他们发明的一种装订的方式。对，所以就是他们修补圣经、装订圣经，其实都是用这样的方式，所以就对，从那边流传到现在的。哇，所以这个叫做科普特的缝线，我觉得它让我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以前，应该是爱韩 C 时节第给看那种武侠片的时候，古书吗？对，古书或者是那什么九阴真经之类的那个经书，有吗？你就会觉得它边边的缝线好像跟这个有一点点的类似。对，应该是都有。就是传来传去，就是技术互相交流的感觉，这很有那种感觉。但是每一种缝线都有它不一样的特色，像这个你刚刚说科普特，它后面就是比较没有书皮，对不对？是没有。对，我们就是做裸背的。裸背，这个叫裸背啊，好，没有书皮，这是一个很不专业的讲法，叫做裸背。所以这种就是做裸背的方式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它跟科普特有一点点像。对，它是综合科普特跟刚刚那个法式的缝线所以它有像科普特的直条纹，对，然后也有法式的交叉，对，它也是做厚做薄都可以吗？对啊，那为什么就是已经有科普特也有法式，你要把它们结合在一起？
其实这个也是就是有人就是流传下来的，对。像这2本的话，其实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它可以就是360度打开来，就可以试试看。对，这样是不是？对啊，就跟一般书本不太一样。对，因为会不会去买那种笔记本的时候，尤其是要手写，你如果遇到那种翻开来会折到的那种，你就没有办法摊平，然后它就会一直合起来，一直合起来，一直合起来，然后你就会觉得写得很痛苦，然后字又没有办法写得很漂亮。所以其实你看，嘉颖这个周亚手工书的时节啊，它连这些小细节都注意到了，它可以让纸质完全的摊平，然后让大家写的时候都是可以非常顺畅的书写。那除了泰嘎看到的呀西中营外，听说还有一种是嘉颖自己做的，自己创的，就是有一天就是在实验，就是制作看看这样子的方式能不能成功。然后就在去年5月20号的时候做完这一本书，然后我就直接把它命名为520。所以那个520的款式是你自己制作，算是自己新创的？对，就是算自己实验出来的结果。哇，你看，佢唔單止好，然後傳統嘅由東東人做嘅手工書嘅方式，然後佢做出來，甚至還用自家嘅想法發明出一種新嘅裝訂手工書嘅方式咯。而且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來談嘉穎嘅故事。好，歡迎大家又真到復起來嘅節目，我係綜藝群阿群妹。今日嘅節目地度愛同大家來紹介來自苗栗咧，一隻當後生嘅小阿妹，佢自家來創業，佢自創嘅品牌按到 Gracie Dream， 佢係嘉穎自家來做這個手工書的品牌，韓國佢唔單槍啊，然後很多已經既有的嘅手工書嘅做法，然後佢發揮出來，韓國佢自家還創造了一種叫做520的裝訂手工書的方式，縫製手工書的方式，可以跟大家再說一下520跟傳統的法式、科普特跟綜合有什麼不一樣嗎？它最主要就是3塊板子，封面、封底加書背那一塊。封面、封底加書背，還有3塊板子。對，那我就是把封面做一個留白，就是希望讓客人可以就是自己發揮，可以自己創作自己的封面，或是其實留白也很美。對，就是創造他們自己的故事這樣子。而且其實裡面的紙質你也特別用了不一樣的牛皮紙，對，用牛皮紙的方式。那其實我有一個疑問啊，你在挑紙，你有一些你的挑紙的標準嗎？就是比如說挑紙，我們可能會希望手寫順暢，或者是說有些人會在意紙質的那個磅數。對，你在挑紙有沒有一些特別的一些規範跟標準？其實第一個看的就是剛剛講的手寫的感覺嘛，對。然後第一個就是看它觸摸的質感，觸摸的質感，就是這個是比較細緻的，細緻的質感。那這種呢？那個的話就是素描紙，對，它是磅數厚一點點，對，磅數厚一點點，然後會有一些紋路在上面。哦，對，而且其實他們有不一樣的紋路，它這個。素描紙，我就覺得如果你是用鉛筆畫上去的話，那個鉛筆的那個紋路會非常的明顯。對，就是會比較難擦掉。對，會比較難擦掉，沒錯。所以呢，這就是鼓勵大家可以多多創作啦，多多寫下自己的感覺。還有啊，其實因為我覺得這個手工書看起來要自己做真的很困難。你起稿之後差不多1本要發幾的時間，以這種不是那種無孔的哦，就是大概有一些厚度的，就是從準備材料到製作完成，大概4-5個小時。4-5個小時，估說1本就會發你差不多要半年，對，半天，這麼久，而且這是感覺是一個手工必須要非常精細的製作，因為唔單槍，它不是就是剪剪貼貼，它其實這個啊每一個洞洞。這應該不是就是針穿出來就好吧？它應該是要特殊打孔，還要先打孔，量好距離打孔，還有先係用
连呢？对，用缝的。它是用缝的，它并不是就是真的不是粘一粘而已。手工书并不是就是粘一粘或者是钉一钉，它真的是用手要去打孔，然后要去穿针引线这样子，然后给做出来。对啊，也是它最灵魂的地方，就是用手缝。用手缝，然后其实我知道你偷个布很可爱哎，你的布在外面通常都是在哪里买的？是去比如说像去卖布的，比如说永乐市场。买布买中了就坐在气嘎连那些按的吗？还是说有特别其他挑布的方法？其实布因为种类很多，那我大概用的会是这2种，就是像这一种的话是薄的棉布，对，那这个的话是麻棉，对，那这2个的话就是厚度比较适中，对，然后在制作的时候会比较简单，所以不能太厚。也不能太薄，对，太薄的话胶会透过去，对，然后太厚的话就在制作一些细节的地方会比较困难，然后像这种延展性，这种都算是延展性比较低的，所以就是不能像衣服这样子很有弹性，对，那个会比较难制作。对，古手托布就要用亚的棉啊、亚黑麻、棉麻这一类的布来做亚束工书，而且图案你都很用心的去挑选，对不对？对，基本上就是有一种艺术的 feel， 非常有感觉，我都不知道这个布到底是在哪里买的耶，很漂亮。对，那所以你做亚的束工书。花这么多时间做这些手工书，你觉得现在大部分人对于手写的需求大吗？因为你看亚哈泰雅可能就会有速记页啊，其实这种电子记录的方式已经在手机，对，就是从手机就开始了。那大家现在人手一机，你觉得大家对于手写的需求还大吗？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有一个趋势，就是慢慢会回归手写。像我做这书也是会希望，就是客人除了用3C 产品之外，还是可以写字，对，不然很容易就是把字忘记要怎么写，最现实的问题。对，但是我觉得手写还有一个好处，就像阿 Q 们爱去给他来讲，爱家是讲啊，东西爱记起了，要记到脑袋里。我如果没有透过手写，我很容易忘记。比如说采买清单寄到手机里，有时候有时候看手机还会落行，但是如果你拿一张纸，拿一个笔记本写上去，我买了就划掉，就是用手写的感觉，就是比较有温度，而且记忆会印象会比较深。对，故说你用布来做亚束工书，因为其实。还有另外一些更简单的做法。如果天使给条前的观众朋友觉得做手工书真的是太难，但是你又想要 DIY 看看的话，嘉颖今天就会搞胎嘎哦。对，你今天要教大家这个是手工的布卡，然后它就其实有一点点像明信片，对，用懂讲的布，然后后面就是一个像是卡片的感觉。它大致上的制作过程还有要准备什么材料，这位从台的工艺哈蒙。其实这个蛮简单的，就是主要是准备你喜欢的布料，然后里面的卡纸，对，然后是后面书写的纸张，对，这是最主要的3种材料。古手其他的，比如说像是你旁边的白胶吗？对，白胶，然后刷子，对，所以他就做的示范本大家看一下，大家家是第布卡上来做一下这个手工的布卡应用的来做。所以你先把布翻到背面，对，然后做一个记号。对，我们这个尺寸大概是一般明信片的尺寸。对，然后布料的话会往外推，预留1.5公分。对，就是等下要让它包起来的。要给包正去。后呀，家人就可以是来做，因为你吃到像这种，如果地布卡嘎是应该不用真的要棉麻布啦，对不对？如果真的自己做，想要就是就地取材，家里有一些小碎布的话，或是旧衣其实也可以，很有特色。旧衣，比如说牛仔裤穿不下，我很多牛仔裤穿不下的就可以拿来做这个手工的布卡。好，我们现在看到嘉颖就是把白胶薄薄的，对，薄薄的就好了，薄薄的涂一层在这个纸卡上。
然后就接着把它粘上去嘛。对啊。其实佳莹在做这个的时候，你当初怎么会想要做这个布卡？这也是你课程里面的一部分吗？对，是课程里面学到的。哦，没有，这个是我后来自己想的。自己想的。对，所以这也是你自己想说，就是可以延伸，做成这样子一个小小的产品，然后也是可以拿到市集里面去卖，或者是教大家自己做。是，对，好。接下来现在已经把那个白胶全部都纸卡上面了，然后就把它粘上去。对，然后刚刚有做一个记号。对，有做记号，留边1到1.5公分。1.5公分。1.5公分到2公分。到2公分。粘上去之后，对，就是大致粘一下。然后你可以翻过来看有没有就是凸起来的地方。对。哇。就是用手去触摸去感觉。所以通常你做这种布卡，你的用途大概会是什么？我的用途吗？对，就是你做完之后送人，对，明信片。就像有些那个朋友生日啊，或是什么节日的，对，其实都蛮适合的。对，影片也吃到现在网络上有一些教学那个手工卡片的，有点困难，就做成礼物，然后还要这样抽出来，还会翻页的那种。这种也吃了，对阿 Q 妹来说，我已经自认为我的那个手工不会很糟糕了，但是那个我觉得感觉起来还是很难。好像佳莹这种手工的布卡就很容易，那你现在继续把它。那接下来我们把就是4个角的边先剪掉，多余的布料剪掉，嘿，就是大概就好了。4个角的边先剪掉，大概修剪一些，因为待会会往内粘。那如果角胶不剪掉的话，它可能就会有重叠的部分，就会感觉边边比较厚。那我们现在来上胶，对，一样把它上胶，然后给粘起来。其实也真运动简单的，除了豆腐卡底肚啊，爸爸妈妈也是阿公阿婆啊，都做在搞孙诶，对，用哈粥一起玩，对，而且我觉得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，小朋友可能就直接做完布卡之后，就可以在上面画画或写字，对不对？留存起来。但是我觉得这也可以拿来做，就是小朋友的教材耶，对不对？你做完布卡之后，你可以在上面画要教学小朋友的东西，比如说数字啊，或者是注音符号啊，或者是英文字母啊。像这边细节的地方，就是会把它推进去，就是比较没有粘紧的地方，要把它稍微推紧一点。对，就是它的交接处。交接处哦，这个交接的地方要注意，然后给粘很来。好，那现在佳莹，你说，所以先把长边粘好，长边粘好，先粘长边，再粘短边。对，好，然后佳莹继续来做这个手工布卡，先来休息一下，休息过后等下再个转到你节目现场哦。大家做到福喜來嘅節目，我係做一群阿群妹。今日節目地都同大家來設計係苗栗自家創業當後生嘅佳莹，我同大家來設計佢做嘅手工書，含個手工的布卡。剛剛有教大家好用嘅來做手工布卡，也哈佳莹已經把4邊的那個布都撈給粘起來，也可以給大家看一下。对，從按內西片就撈給粘起來，往裡面把它包起來。那接下來的步驟呢？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步骤，把这个就是书写的纸上胶，上胶，然后给你粘厚，整面都上胶嘛？对，整面都上胶，边边的部分是不是要特别粘的比较多一点，要涂满这样子？如果没有涂满，是不是很容易会翘起来？对，很容易翘起来。所以要老给粘厚些来，边边要特别的加强。通常会先把中间粘好，再粘四周，中间粘好再粘4周比较容易干掉。哦，因为白胶它干掉就不好粘了，对不对？要趁它还有水分的时候，然后就把它粘起来。哇，这个送人感觉超有质感，而且就是心意满满的感觉，用自己做，然后再加上蛋糕下去嘎的文字，写给对方的祝福，就是其实蛮有诚意的。对，后那再把它立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哦，
很简单呢，就这样就做好了。对啊，很简单。对，所以其实像这样子简单的手工布卡，听说佳颖也有去外面就是教小朋友帮大家上课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有去哪里教课？我是在那个就是一个社福的机构，对，教他们的小孩做手工书。对，那教做手工书也有，就是它是一系列的课程。对，所以有手工书、手工布卡。对，所以你现在其实一直陆陆续续有在做教课。有哦，韩国啊，秋亚德素果书，虽然现在并不是非常的常见，市面上不是非常常见，但是还是有。如果泰嘎二 Hino Boy 买素果书啊，有时候可能会买到就是可能是机器做的，或者是一半的，你可以教大家用的来偷，怎么样才是真的纯手工的手工书吗？其实就是你拿在手上摸的那个质感，其实就有差了。像机器的话，它一般都是用那一种缝纫的线，细的那一种。细的。对，那就是用机器做出来的。然后它拿起来的时候会有点松散的感觉，这个就是很紧密、很紧实的感觉。而且手工缝的，其实像这种裸背的话，其实它线就是这样子粗粗的。裸背的线就一定是粗粗的，不然是不是会比较不好固定？会固定不了。对。给你做下素工书啊，因为太好一并呀，你就可是一起家来创呀。不卡眼对你给想法很马改，因为就是你知道啊，已经念完了专业4年科系，那你有自己的想法，那不卡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。家人对于你的创业有什么样的看法吗？我觉得他们算是一半一半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会默默支持你，他不会说反对你一定要去工作，一定要做什么。对，那其实我觉得这部分还蛮感谢他们的，就这样默默支持。对，所以虽然有时候会念一下说，什么时候要找工作，但其实真的家营气改第一个冲压杯世界，家人其实也没有特别说什么，而且其实是默默的支持，而且其实家营现在越做越好了，对不对？去很多市集摆摊，然后其实也有网络上的通路。对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如果想要认识你的手工书，可以去哪里找到你吗？我是就是不定期的出现在市集里。不定期？对，不定期。哪一些市集有可能会看到你的身影？我几乎都在台中或新竹。台中或新竹的哪一些市集？像是小瓜牛，台中的小瓜牛，台中的小瓜牛是在哪一个地方来举办？它是在它有在2个地方，一个是审计新村，然后一个是道河那边。对，所以第二量的素材，台中的量的素材，这个小瓜牛市集有机会，有机会可以碰到神出鬼没的佳莹，久久出现一次，对，那如果在新竹的话呢？新竹的话就不一定新竹的话不一定。所以如果想要知道你的动态，可以去哪里看？就是到粉丝页来追踪我们这样。粉丝专页去追踪 Gracie Dream， 对不对？就可以找到佳莹。那如果是网络上的通路呢？网络的话，我们其实有3个平台，一个是那个 Pinkoi， 然后一个设计师品牌，非常厉害，是的，里面超多设计师，对，然后做的东西，对，而且做的东西都好有新意的感觉。所以佳莹也在 Pinkoi 上面有自己的一个通路，还有，然后有一个是 People Land 啊，这是什么 People Land， 它也是一个设计师的品牌，只是算是比较新创的，新创的，然后比较少人知道，对，还有嘞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从日本就是过来叫 Crema， Crema，所以其实在网络上其实应该只要搜寻 Gracie Dream 就找得到你了。然后就可以跟你订购、洽询这个手工书，而且听说啊，之前你还有做过这个婚礼小物，有点像是客制化的部分。其实那部分是就是朋友跟我买的，就是送给他的就是朋友学姐这样子。对，那如果观众朋友也想要做的话，也想要订这样子的一个客制化的话，是可以的吗？可以啊，就是用私讯方式跟我们讨论。就是会尽量达成那个客户的需求。对，所以因为你自己刚刚有说你在 Pinkoi 这个设计师的平台有自己的通路，那因为 Pinkoi 很常就是会有顾客购买之后就给回馈，我想要听听看，不管你在市集呀，还是在这些网络上的通路，跟你买过手工书的客人，他们有给你什么样的回馈吗？其实就是会有一个评价的机制嘛，会有一个
看客户给你几颗星，对，就是收到5颗星的时候就特别开心。对，然后那一次就是客人就是留了很长串，就觉得很感动。而且他还会分享给他的朋友、周边的什么亲朋好友，让他们认识我的书，这样就觉得除了朋友以外，有这样子陌生的客人可以这样，就算是默默推广我们的东西，我觉得很感动。对，因为其实这种手做的东西，我觉得更需要大家来支持。除了客户的支持以外，其实家人的支持也很重要。因为你看像泰嘎坑的，就是嘉莹一个小女生，那可能大学刚毕业，然后给就七嘎自己创业做手工书，然后去自己一个人呢去外面的市集摆摊。其实这是一件还蛮辛苦的事情，而且其实你除了做这个手工书之外，因为嘉莹我有去她的粉丝专页看，其实你还有在做甜点，这些东西都会有可能出现在自己的市集，而且都是来自于你自己的双手，对，全部都会七嘎走哎。那我想家人应该也就是默默支持你很久了，你有没有一些话想要跟家人说？因为自己创业，经过了一些辛苦，还有感受到家人的支持。就很谢谢他们啦，你是说谢谢他们，但是你眼睛已经流眼泪，害我有一点想哭。因为其实我觉得要追求自己的梦想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。那其实嘉莹是我堂妹，然后我看到她就是年纪很小，然后给七嘎州的周豆自己创业，我觉得你真的超棒的。到底在哭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好啦，最后来跟大家讲一下，你自己做手工书做那么久了，那对于手工书，你自己做手工书这么久，手工书对你的魅力是什么？你喜欢做手工书的哪一些部分？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开始只是一些一张张的材质素材，那在经过我自己的双手就是给它加工之后，它就变成一本很有价值的东西，呈现在自己的眼前，就觉得很有成就感。而且它是真的是很有价值，然后你可以让你的客人去赋予它新的生命。对，所以呢，就像嘉莹说的，手工书不止他希望借由他自己手工书赋予他的新生命，也希望把手工书分享给大家。每周的本泰嘎游戏那什么样？泰嘎周的在这个嘉莹 Gracie Dream 的手工书的小天地里面发挥自己的梦想，把七嘎成功的下到蛋糕，每周的同泰嘎来分享哦。希望泰嘎会喜欢这个嘉莹的手工书，也希望泰嘎多多支持哦。今天谢谢嘉莹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。没什么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是可以休息一下，等下听听运通欣赏来做运通聊。